我經常咧喺網上度睇片咧，都見到一個咧蓉金爆脂和牛漢堡，我睇到咧就流口水啦。所以咧今日咧特登嚟試下，究竟佢點樣去爆脂啊？呢一間係尖沙咀隱世漢堡嘅熱店 Mr Burger。呢度咧係小店嚟㗎，細細地，但係氣氛咧又好超，啱晒咧一班朋友聚會。而且咧呢度咧有好多唔同咧嘅漢堡包選擇啊！中意食漢堡包嘅你咧，呢一度咧就啱晒啦。呢個就係招牌傳說中嘅蓉金爆脂和牛漢堡，哇，好犀利啊！睇下，哇，仲有2層厚切嘅和牛，哇，滿滿嘅芝士啊，好香啦，同埋溶晒咧嗰個芝士嘅味道啊！和牛漢堡扒咧咬落去嘅時候咧好 juicy 啊，而且咧個肉質咧睇到咧好鮮嫩，仲有咧好彈牙添啊，好香濃嗰個味道啊！蜜糖烤菠蘿和牛漢堡咧，哇，好清新嘅感覺啊！而且咧同和牛嘅配搭咧啱啱好，而且仲唔會太膩添。再加埋呢一個咧薯條啦，同埋咧一口嗰個咧雞肉咧，哇，簡直咧就係大滿足，有口福啊！CP 值咧極高啊！中意食漢堡包嘅你咧，嚟尖沙咀咧記得 book mark Mr Burger，仲要 tag 埋你嘅朋友一齊嚟試啊！記得俾 like 同 follow 我，下次見。